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今年第一阵寒流到台湾，下暗到明仔载透早上寒，中部以北上加春无到6度，初一温度才会回升。台南新化台铁电车线受损，早起双线未通，过道快通车。苗栗东路电站去红头前灯，货车万分。如果要围路嘛，就爱款拜拜，北中南拜天公的风俗无同款，有的人倒是下暗拜，有的人是初9才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7公司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一开始，先来看今年第一阵寒流到台湾，包括宜兰太平山、南投合欢山、甲嘉明湖都有落雪。提醒乡亲，若要上山看雪，这车辆一定爱挂灯仔。按照天气的部分，下暗到明仔载透早是上寒的时阵，中部以北温度上低是春无到6度，爱到初一的日时，这温度才会豆豆回升。寒冷了后，第一波寒流发威，予台湾真侪高山拢变作银白世界，亲像合欢山，都囡仔坐伫涂骹在耍雪，住伫个上细楼的游客，嘛欢喜含雪景做伙翕相留纪念。目前持续下雪中，积雪的厚度达10公分，松雪楼目前气温零下1度。落雪了后，遮尔水的雪景嘛出现伫个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本地2天暝将1天的透早，干那落米雪，赶快互来看雪游客有够欢喜。伫车顶写新年快乐，到中昼嘛开始落雪啊，很漂亮，很特别。另外，伫向阳山透早嘛落雪，对嘉明湖的山屋到嘉明湖拢有积雪，来爬山山友嘛较紧甲落雪景色翕落来。过来，过来。这波寒流造成真侪高山拢落雪，台7到线、南山到成功，经过这车必须加装雪链才当通行，现场嘛出动吐雪车来维持行车安全。路面出现结冰及降雪情形，本水员警于清晨即配合公务段启动管制措施，执勤将疏达。中央气象署讲，受到寒冷以来第一波寒流的影响，对2天暝前1天的暗时到2天暝透早，是这波寒流影响上明显的时间，各地拢要注意低温。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最低温度大约是6度到9度左右，那其他地区大概是10度到12度。那沿海空旷地区还有近山区的平地，这个温度可能还会再更低一些。气象署讲，对初一日时开始，各地温度就开始回升，西半部都要注意日时和暗时温差真大。但是到初4和初5，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温度会搁一摆开始降。初6落南的冷空气强度是特别到大陆冷气团，都要注意气温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交通的部分，今仔日各道有几个地点是塞车或者是出车祸，不过整个路草拢正常。明仔载就是29暝啊，高公局预告国道1号杨梅到新竹、彰化系统到保盐系统，还有国道3号土城到关西，这寡路段中到进前车会较侪。过年的年假来到第3天，29暝前1天，高速公路出现反向的车潮，早起除了这个所在发生热浪、塞车影响车流，嘛已经小连线拢排除啊。下晡国一南向杨梅到新竹这个路段拢开始塞车，暗算交通量是108万车公里。国一南向湖口以及新竹路段都有车多拥塞的状况，而中部地区在国一南向台中系统以及彰化也都有车多拥塞的情形。南部地区呢，则是在国师东江顶基系统的路段呢，也有车多的情形。另外，高速公路杨梅休困站进前是发生电动车弄分隔岛的案件，造成4死4伤，包括坐伫副驾驶座的某和后座的几个囡仔拢受到烧烫伤，病医长积极在替因治疗。高公局讲，确认休困站的人口设计拢有符合规范，未来嘛另外设建议，嘛提醒讲，莫伤过靠辅助驾驶系统，增加一些相关的警示设施啊。包括标线啊、导标，都希望能够减少事故的发生。还是要呼吁用路人就是说，
辅助驾驶的部分还是有它的盲点。另外，第28-29暝，高公局预估，连假的前半段已经陆续分散车流，车流会集中伫顶半工。暗算塞车的路段有各一由梅到新竹、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各三是土城到关西这路段，拢暗算伫中道进前，塞车的状况都会消透。另外，国道5号嘛同款的塞车，预估交通量是92万车公里。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赶要登高雄过年，不过今仔日台铁煞是无平静。早起台南路段的电车线受损，双线未通。台南龙田站到新市站启动接送车，伫咧过道1点08分开放通车。若苗栗东路有并交道50公尺的电缆去互剪断，造成火车8分。伫生化车头内底，民众赶大包小包的行李排队咧等车，不过煞是向外口咧排。这些人拢是等要坐客运，因为原底要搭火车，不过煞无车通好坐。小姐大概在这边等了多久？半个多小时吧。他们说什么电线断掉，然后没有火车可以搭，完全不够啊，等了半个小时。他们说只有一台在跑而已啊。过年没司机啊，找不到司机。台南车头要回乡的民众嘛，共款吵，不过车帮不是万分，都是也未确定。1月27这一天要回乡，煞拄到台铁电车线受损断，台南的路段双向拢未通。台铁赶紧联络客运来接人客，会当为龙田站往回新市站。不过到新市站了后，有民众怨叹讲，要是无火车，会当继续落南。是我们来这边之后也是没有车啊，火车跟接驳车都没有，我们现在就是在这边等。等多久了？不知道。上北的行程嘛受到影响，所以真侪民众转去沙仑站改坐高铁上北。要去台中哦，所以赶来这里搭高铁。对啊，因为台铁都停了。这个事故发生在透早7点外，因为有民间公司宽频的网路线，那像去互风线断去，落来了后去破掉台铁的电车线，台铁派电力单位来修理，到下晡点外恢复双向通车。另外受到台东地震的影响，做路线的检查，地处高雄往东部的火车真侪嘛拢慢分。看要等还是在想其他的交通方式啊？会不会给你接不方便？当然会啊。怎么说嘞？浪费时间啊！有人偷捡我们电缆，我们这边运转出问题。透早苗栗东路站的号志嘛出现各样，因为电缆线去互剪断差不多50公尺，所以边高道都要封起来，火车嘛慢分。另外，为瑞丰站到三条岭，这个路段嘛有出问题。伫连假回乡的高峰，代替北中南的路段，所拢出现各样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二，这家己发生规模6.4的地震，到达要1礼拜啊。台南的南西园一直有地震尾，有上百户的厝壁甲楼梯，这几天开始被开晓壳，大家根本都无心情过年。麻油鸡，对，香菇鸡，面线。规点的麻油鸡、香菇鸡，要互这受灾户食一顿来烧。另外一边，泡面、饼甲矿泉水等等各种的民生物资是放规岛顶，爱心物资一直送入来。不过竟然出现规旁的7、8个人，假作是灾民，专工搭客运来这提物资，而且看落是真唱秋。我已经劝诫他了，然后他就回我说：“你写在条白上面。”这会让我觉得，我已经让你领了就算了，然后我就说告诫他说：“好，你有领了就好，就不要再领了。”嘉义大埔6.4的地震发生到今已经要1礼拜，这个期间要是继续发生地震尾，消防所的空间嘛特别满啊，加上天气愈来愈寒，有民间公司赞助搭这种会当冻咧寒的临时消防所。防寒的效果是不错的。目前这边如果满床可以容纳到100人。不过南西区100多户的人家厝，外口是看落敢若真正常，不过厝内壁甲楼梯煞是一直咧闭起放落来。进前鉴定的时阵，并无符合红单甲黄单，这几天真侪亲戚拢倒来，看到厝内闭咧闭放一放，根本就无心情过年。这2天又要过年了，真的是大家心里都很难受。嘛唔知要安怎过。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地震，没有什么过年的感觉。另外，嘉义市友中路的一搭工地，那像因为透早佮发生地震尾，加上天气转变，透风直扫，地区有严格放落来，抓去喊到2台汽车，厂商是赶紧派人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过年时啊，出门旅游消费就要注意，可能会收到假钱。彰化豆店家拄到人客加10块的银角电刀变色，加做50块。若台北嘛有市场的单收到假1000块，提醒乡亲就要特别注意。天气寒湿时，来啉一碗烧汤。彰化鹿港老街即间咧卖鱼丸汤的店头，二人因为无用咧做生意，互人客家己找钱。
不过所有民众甲10块的银角啊，甲伊电镀变做是金色的，加做是50块甲放落。这间店头发现了后，赶紧伫人面车社团甲大家提醒，其他的民众亲头看到，马上确实是真的。会觉得大小有点不太一样，其他人就所以一开始你也认错就对了，假的吧？有人把它电镀成，对啊，电镀成金色。店头讲过年的期间人客较济，用互相信任的方式，互人客家己找钱。了后，因为要找钱，互其他的人客，对方还佫问讲是安怎这10块是金色的，才发现有假钱。目前并无按算要报案，不过会提醒员工甲其他的店头注意。不要只听丢下去有声音就好，稍微看一下。但是有时候我们生意一忙起来的时候，来不及了，真的来不及了。我们会注意说他们会不会去看到，但是比较不可能去注意说，这个钱到底是真的假的。也若伫台北永春市场有反啊收到1000块的假钱，毋但无防卫线，看到嘛较细张嘛较薄，普遍伫人面车甲大家提醒。当去到市场，其他的反啊讲确实有听到这个消息，嘛讲年节的时阵因为较无闲，可能常常无注意到。会长有跟我们说听到有店家有收到奖金。对，其实每次到了过年过节都这样子，都会这样。对，这种东西有时候可能我们有收到，因为可能忙，可能你没办法去每一张就辨认得很确实啊。中央银行伫官方网站有教民众安怎分辨真钱甲假钱，1000块会当注意敢有浮水印、粉状的字，油墨敢会变色等等。也若50块的会当看孙中山甲潮水的细节，敢拢是有立体嘛清楚，而且小可灯色15度，嘛会当清楚看到稳状的字。假使若摕到假钱，会当送去金融机构或者是警察局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去台北市中正1分局分加菜金免历辛苦集勤的警消人员。另外，赖总统伫咧新年发表谈话，希望朝野和平、社会团结，和台湾上扬，国家大步向前行。总统支持夺回提复议吗？面对福议案，总统赖清德真低调，无要回应。第29暝前一天，伊去到台北市中正1分局，送来过年的加菜金，为了警察勤务的辛苦。不过，伊颠倒伫咧过年的讲话内面，向朝野来发话。我期盼朝野和谐，社会团结，一起努力，让国家继续大步向前。毋望朝野会当和谐，这毋若是总统的希望，恐惊嘛是行政院长杜英台的心愿。面对中央政府总预算红台甲一大堆，行政院长杜英台到高雄的兴达电厂做29暝前一天的慰劳的时阵，佫一摆向在野发话。旧的一年，很多的大家不同的意见，希望在未来新的一个年度，能够大家真的心平气和的，以国家正确的方向来谈出一个可以解决现在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式出来。面对总预算的争议，杜英台伫26接受专访的时阵回应讲，绝对袂贪乱即位，佮讲在野唔敢摕倒落过。那一定要有一个方式来改变。我真的问我敢，你敢不敢？你们敢不敢？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敢不敢的问题啦，因为我也不是选举而来的。其实既然他自己这么想下台，自己下台就好。那么总预算也不沟通，所有的人事案也不沟通，这样的行政院长，这个面临到这样的困境，可以说咎由自取。面对朝野对峙的局面，杜英台讲，等行政院收到立法院送来的总预算案的数字了后，建议要提出复议。伊嘛强调讲，对复议案有信心，会持续和在野党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是29暝，是慰劳的日子，嘛着爱款拜拜。不过有的人倒是下暗拜天公，有的人是初九才拜，这北中南的风俗无啥共。另外29暝这天爱打春联，不过有专家讲，春联甲年兽拢是国民政府来台湾才出现的风俗。台北的人们市场内底民众下下定定，因为刷落去旧历12月29是慰劳的日子，一个人来买过年要吃要用的物件，买春联的店家嘛无用得收钱，不过大家敢会知影当时爱打春联？除夕那天吧。除夕那一天晚上。多数的民众是伫慰劳这天打春联，不过有台湾民俗专家就指出讲，春联的原型就是桃符，是赶鬼用的。专家表示，像打春联甲年兽的讲述，拢是按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以后才普遍形成的。桃木做的符啊，搭伫个门口口叫做桃符嘛，啊，就是要赶鬼的啊。啊，咱清朝时代拢文盲较济，基本上袂有迄个门帘啊。啊，搭这个春联、门帘这个观念，拢是伫个这个国民政府时代
这个国民教育内底教出来新的民俗。另外，伫台湾的民俗内底，有学者指出，伫咧2、9暝中部以北的地区会拜天公，毋过像南部较侪是找到天公生才咧拜天公。不管安怎，拢是伫一天的头一个时辰，主时伫拜拜，显示对天公的敬重。原来针对台湾过年时的食食文化，学者嘛有解说一寡过年时咱普遍的食物件，伊背后所代表的意义。粿类吼，粿呢，第一个是甜粿，甜好过年，意思讲当年拢个真好过啦，吼叫甜粿，啊，过来菜头粿就是好菜头，这大家拢知影吼。菜类内底呢，一定爱食的是长年菜吼，长年菜这长年菜呢，表示长命百岁吼，长岁寿。那伫这个中部北部的长年菜呢，是指这个挂菜吼，啊，南部的长年菜呢是叫做梅玲啊，菠菜就对啦吼，啊，然后呢大金吼。学者嘛指出，伫2、9暝即天，多数人厝里嘛会拜家神、公妈和地基主，除了是答谢因这一年来照顾咱生活中的万行事，其实伫台湾文化当中，上主要的意义是新年，代表向旧的一年识别，迎接新的一年。记者刘尚祖、谢桂林台北报道。为着要穿好料味道，真侪民众透早就去试啊。虽然今年稀稀巴巴原物料拢有起价，不过台中的第5市场是有反压甲级吸收成本，连续13年卖俗价年菜1份才100块。传统市场排队的人潮计要100公尺长，早起9点左右，号码牌叫号已经来到265号。台中市第5市场有摊商是连续第13年推出100块的年菜，白菜肉、鱼丸等10项菜是现煮现卖，引起了民众来抢买。我们家比较喜欢吃那种北菜肉啊，一些用掏肉菜啊，就是过年有一种寓味啊，寓意在红烧牛肉啦之类的比较好吃的那些现场，今天就没有了。今天或是过年的时候可以再早一点来，好像6、7点的时候就有了。咱人工家己的，过来就是讲百年菜食材内面有真济我家己生产的吼，鱼酱类啦吼，鱼丸你拢家己生产的，这就成本也较低。所以讲，虽然是起价来讲，也有法度吸收就对啊。店家反映原物料是年年拢在起，鱼类起到将近1成，但是真侪产品拢是家己制作生产，成本依然在咧控制范围之内，因此拢自行吸收无起价。除了水产品，另外肉类也起价真有感觉。肉番讲1公斤拢破100块，但是因为今年年假长，民众依然习惯在咧厝内围炉，实在买起并无减退。即摆已经拢1公斤拢起到100外起啊！啊，贵嘛是爱买，爱买爱食啊。应该有5、6组的量吧。5组6天就对。对，好。再加1次。对。台中市农业局是表示，水产品平均日交易量大约48.3吨，平均价小每公斤163.3块。蔬菜生长的状况真好，日交易量大约197.8公吨，均价每公斤大约22.7块。而另外调配，力求过年期间各项农产品供应无问题。公司新闻台中报道。咱台湾人口老化，真侪舌头是请无人。婚林都有介绍侪伙人因头路服务，平均一年是牵成1200人找头路。毋但改善欠工的问题，嘛帮助一寡侪伙人建立信心，追求梦想。金色阿鲁米的线，用无5分钟的时间，就会当鼓手拗出福之字，是充满过年的喜气。英国李建成是做相片倾爱事业，40多岁时阵拄着中年转度的问题。怎甲因牵手改做远的工课，想要到煞学着用阿鲁米线的艺术创作。将近10公斤的铝线要丢掉就觉得可惜啊，我就花了3个晚上的时间，用它来折英文字，从 A、B、C、D 一直折到 Z， 后来觉得说，这个蛮有卖点的。李建成表示，去年伊参与金发人才招募，经过服务据点的媒合，互伊的作品会当伫咧餐厅卖。因那另外一个单亲妈妈林培芬。过去为了照顾查某囝，敢若会当做代工，甲摒扫等等时间较有春秋的工课。伊嘛趁有闲的时间做细项物仔，希望未来会当有机会创业。可以做点小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教小朋友啦，做个袖珍的工作室。因为我会废物利用，我不会鼓励人家说你要花多少钱去买材料。我们把手边不用的东西，可以变成很漂亮的艺术品。为了鼓励侪伙人，搁再进入工课场，分管府2年前成立金发人才服务据点，113年有4400人厝来找头路，内底有1200人厝有成功找到工课，希望互侪伙人甲信心找回来，嘛鼓励因持续追求梦想，甚至创业。有温度的
陪他聊聊天，然后让他能够诉说自己的故事。从这个地方就慢慢的去发掘，说是不是我也能够帮他再重新找回创业的这一条路。以这个闲置空间来提供给我们去做，来结合地方上其实不光是我，其他有这样记忆功能的一些银发族。服务记者表示，大部分坐回来找头路的人，对家己拢较无信心，烦恼做工课工时长，体力袂堪力。不过，即马真侪课拢经过职务的设计，环境嘛改善，会当提供多元学习的课程。希望侪伙人会当活较老、学较老，未来会媒合更较侪机会，或侪伙人会当继续向创业的梦想来行。公司新闻婚礼报道。那人口老化，咱台湾少子化囡仔是愈来愈少啊。不过，特殊教育学生算是加2成。为着要帮助特教生找头路，就有银行甲学校合作，培养特教生就业。嘛，互学生有影真多正式员工。台北富邦银行甲上山家商合作的金融培育计划，学员是来自上山家商销售事务科。这是台北市教育局的专业技能班计划，以培养特殊学生的就业为目的。我主要是过动在家注意力不足，所以说我就是可能会比较容易分心。过动的话，就是可能有点坐不太住而已。如果以一般生来讲哦，一个提款的作业，我们可能只要1个小时，但我们的建教生要花1天的时间。经由这老师的听解，把这复杂困难的课程改简单化，再给学生一直来演练，确认每一个详细步骤拢有做到。第一步话术，欢迎光临什么业务好，从头到他收了传票，好这么细，然后每一步孩子要讲什么，那他需要跟客人收什么，当初学校甲银行并无预期到讲，只要有学生会使尽心尽做行员。我觉得这份工作让我学习跟成长了很多，对，然后我的自信心跟我的那些，就是感觉我自己能够比较相信我自己。除了个人家己的打拼以外，企业所打造的友善的工作环境，也是特教生是不是活动顺利完成工作重要因素。特教的孩子，其实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比较慢。所以我就会，我每天跟他关心一下，只是让他知道说，其实我们都有在关心你，有在注意你。可行性不用评估，我们想做，我们就一定要做下去。同时呢，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这样子的行动，第一个可以影响我们其他的同业。金融培育计划为这特教生的未来就业之路开启更加多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咱知影韩国甲日本都有海女的文化，即寡渔民会晓创水味去到海底掠海产。那台湾新北市的猫二渔村嘛有海女，不过目前规总是村10外人，因希望有少年人加入做导览员，传承文化嘛开发观光。创入海底找海大新北港寮猫河渔村的海南海女传游客熟悉咱的海。日头太酷，真欢喜。每年四季热天，是钓鱼的大季，收渔村的人充满拼命精神。在地大出的招花菜已经全部拢卖予日本人做寒天。即马有学生到3工倒入在地特色，正做上骄傲的故乡伴手礼。这是海洋大学帮我们设计的一个海女牌。你看放上去，刚好是阿嬷的头发，白色的。因为我们这边海女现在目前年纪最大的是83，过年就84岁了。靠简单的物件采海鲜，海女文化唔是干那韩国有。理事长高向荣讲的84岁海女王娇华，为15岁开始就挂平搭加牛角做的游泳镜，青草鞋甲大海拼命，即马想起来拢是心酸的过往。伫遮无当趁食，无累都都无钱通趁啊嘛，对啊，足辛苦。较早真经大遮吼，足辛苦。以前很辛苦现在不想给下一代的辛苦了。都是因为海女工作辛过食力，当地人拢无想要传予下一代。即马渔村内底海女数量12钟头啊，拢算会出来。上少年呢也已经70岁，因希望有少年的加入做在地导览员。我们这边说实在，海女快要失传了啦所以说
希望有心人士啦，你们夏天来打工一下，看看可以的话，你们就做那个观光的。家家自细汉大汉的渔船啊，虽然海路即马落海机会真少，毋过毋甘下苦劳吹，依然积极投入各种的活动，希望将保护海洋文化的美丽分享给更较侪人知影。公视新闻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做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8度到16度。中部地区6度到19度，南部地区8度到22度，东部地区6度到18度，外岛地区7度到16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暗新闻，我是陈怡晶，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姊，新的一年趁钱趁美丽，大人囡仔拢欢喜。大村啊，大村人，新年新气象，平安。